这只帝舵经典因常年佩戴，外观都明显刮花磨损，表带头力也因此拉扯变形。表耳摔过一次，尖角都磕平了，前圈亮面已有磨损划痕。拆解表带的时候，双耳的弹簧都直接飞出去了。打开后盖，发现把杆也摔断了。希望机芯没事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先处理翻新表壳，看我们翻新过程会经历哪些步骤，变形的表节头力又是否能恢复原有的样子，前圈的亮面以及喷砂效果又能否恢复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最后密封防水测试通过，这只帝舵经典就算是翻新好了。我是匠心钟表的黄师傅，用心干活，细致工作，我们下期见。